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车杯 AM 新闻，我是嘉豪。交新什么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地本参可能涉嫌贪污500万交保，检方不服提出控告，最高法院发回地方法院，要搁再来开羁押庭。台南市区协会这理事长林树家，车杯透早伫徛家门口，互人开成单死，而且这嫌犯也甲这穿还阁犯案轿车拢放火烧掉。法国国会大选第2轮投票，左派和中间派合作提出右派胜出，接到第3名，目前是无人过半。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可能涉嫌贪污，这桃园地方法院裁定500万交保，检方控告。高等法院今下晡裁定撤销原交保裁定，发回桃园地方法院。理由是这地方法院无说明安怎排除逃亡、串证别证的可能依据，专案发回了后，桃园地方法院是搁再开羁押庭。未来是会羁押，或者是甲这保释金有关，外界也拢伫咧关注。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伫桃园市长任内技术室探讨地院进程裁定郑文灿500万交保，桃检不服当场提出控告。高等法院下决定车杯裁定撤销原交保裁定，发回桃园地院。高院指出，桃园无详细讲如何排除逃亡、串证别证可能依据，有理由不必的会误，所以发回原审法院搁较讨实裁定。撤销发回的裁定之后，那收到卷证之后，我们就立刻分案。就决定法官，然后法官就会决定开庭的时间。桃园会搁一届开羁押庭，是不是逆转羁押或者是保释金或提悬，外界拢在关注。不过相关案件去年就已经接到检举，加上案件伫7年前就发生，外界质疑检方。法务部长陈明谦是强调，希望检察官应详细调查。这由检察官在调查，依法调查。国民党点名郑文灿伫市长任内包含小亏客主办中会、北地转运站甲关心中后端等3案，也是疑点真济。南非食粮界呼吁总统赖清德爱勇敢面对。立委林俊宪时表示，立院立场尊重司法调查，应该要把那8年因为不当的安排，这些人都应该做一次彻底的清查。我们民进党也发布自己的立场声明看法嘛，我们就尊重司法的调查。针对郑文灿涉贪，民进党廉政委员会车杯暗时开临时会，讨论是不是立案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日继续排审选罢法修正案，民进党团再继续去占领主席台，引起国民党立委的不满。这调查立委大概是下来杀去林楚英和王宏维，也因为安尼生拢去到北检告对方伤害。下晡那赢说改用字条宣布换会议室开会，搁再引起争议啊！这调委就先宣布休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搁一摆排审选罢法修正案，民进党团透早抢攻主席台抵制，引起国民党立委不满。调查爆发激烈肢体冲突，也受伤忌讳。林楚英甲王宏维都安尼先后甲北检互告伤害。画面中是黄捷委员。南党团搁较调出监视会面指控，立委黄捷伫透早就找人违法开锁卡会，立法院长韩国瑜答应会彻查，伊伫无出现的内政委员会调会搁紧锁门，下昼突然以手写的字条宣布换会议室开会，搁引起混战，搁紧这当发休困。调查会一直争论，都是因为车杯内政委员会议程中，除掉南委科务长提出有争议性的提悬选罢法门槛版本，排审立委吴秉瑞提出，也毋过已经提出特案的罢免电视爱护身份证法证日期版本。民众党是希望由立委白玉珍代表提出罢免提起人、连署人应付身份证影本的修正动议。民进党团批评那被修法，会互罢免连署增加难度，变相提掉人民的罢免权。必须让联署过程严谨，避免罢免变成政治动员的工具。我们依然会依法来持续的进行，绝对不让这些幽灵人口成为民进党的人头，肆意的罢免在野党的县市长或是国会议员。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程序委员会里面也会提出他们相关的法案，最主要就是要用身份来卡司。尔后有关于要修宪罢法，民党党团在这里宣告决一不妥协。
对宣布发售法条也都无变样，正会继续摊销。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昨有14架中国军机、7架军舰来扰乱台湾。另外，也有军事迷看到一架中国的海洋科科船加建号出现伫咧东部海峡。国安局长蔡明干就表示，掌握根据着这国军掌握着这加建号伫这个活动过程呢，是无放水下设施，应该是伫咧收集水文资料，因也会密切来监控。国防部公布，初七规工查到14架强机、7架强舰绕台。同一天，军事迷翕到一架中国海洋科科船加建号出现伫咱的东部海峡，佮传出要进入24海里临接区，海巡出动监控广播处理。台东县广播，请勿进入我境限制水域，请规范立即向东航行。加根号，那它在活动过程当中并没有释放一些水下设施，主要可能是做一些水文资料的收集。国安局长蔡明干指出，咱严密监控中国伫海上中间地带操作有无正常状况的马上处理。另外也继续关注和中国海警靠压登去的偏欧洲渔船用化沟通的进度如何。陆委会有跟他们谈吗？是有各种管道。违反休渔季的这个行为，它在中共的法律里面，它是可以判到3年以下，或者拘役，或者罚金。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没有很明确的决定。由于七卡新进行亚初部分国军种领车用中国做的行车记录器有治安记录，国防部就展开大清查。国安局表示，局内底车已经彻查无中国做的行车记录器，而且外车进入国安局内部，佫是正严格管理。我们的营区管理比较严格，包括外车进入到本局也都必须要关闭他们的行车记录器。像在今年的4月份，总统当选人的车队到本局来，我们要求总统车队必须要关闭行车记录器。咱进前提升中港区旅游警示停号监察性，蔡明干也事件为去年到即马个人进入中港区地区，有15人遭到拘留审判，51人伫入境过程中遭到留置巡查，案例有增加的出现。陆委会副主委林伟嘉建议，若要长期去中国旅游做生意，爱早新的手机、电脑这电子设备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初八透早要出门运动的时阵，却伫咧徛家门口，互人开枪弹死，这送病院抢救有关救无回来。警方也锁定一台轿车追查，不过下晡查到时阵，已经把这车放火烧掉，枪也拢放火烧掉，证据是拢毁掉啊。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初八早起5点45分多要出门备线准备出车时，突然冲出一个查某人，近距离对林树杰连续开枪，伊当场倒伫涂骹失去生命现象，紧急送医急救，伫6点40分宣告不治。林树杰查某囝也是台南市议员林依婷随后赶去殡仪馆配合检方上验。最近有接到有人没有，一切都非常的平凡，非常的正常，爸爸的作息都很正常，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发现11颗弹壳，且经本署检察官会同法医相验林姓死者后，发现死者颈部、胸腔、肩膀、手臂均有枪伤。初步研判，死者颈部及胸腔中弹为致命伤。随后，警方伫案发2.5公里的所在发现犯案用的车辆，甲亲像作案的枪支，验过已经放放火的枪支。监察人员详细采证，无放过任何线索。研判凶嫌有无犯案，再经掌握林树杰生活。初步来看是说是改造，但是我们不排除，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是，就是还是要进行由刑事局来做鉴定之后，才能做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今天早上听到这个2号，我觉得其实心里面蛮震惊的。那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管他的身份是理事长还是一般民众，我觉得都不应该他们的安全都应该受到政府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求警察局尽速来侦办。林树杰过去捌参选南区甲安平区的市议员失利，后来改推查某囝林依婷参选本届市议员当选，家己也转换跑道参选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成功当选。地方正常的人面真好。本届台南市议会议长选举，设置区里的贿选案，更较是互人议论。另外，安怎会互人枪击身亡？警方当日积极调查厘清林树杰甲他人的文犯，追查枪手甲犯案动机。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新北市有一个20多岁姓林的查甫人涉嫌自小性剥削案件，这刑事局还有桃园市刑警大队等人伫咧检方指挥之下开始抓人。不过嫌犯伫咧中道刷对19楼的徛架摔落来，失去性命现象。迄当时检方当咧伊的徛架内面抄，这警方介护敢是有过失，这部分佫需要厘清。接到人落楼的消息，海区警力出动刷来救护车嘛到啊！现场一个查甫人倒伫人行道失去性命迹象，送医急救了后，也是救无倒来。就是听到一声嘣的声音，然后就有一个人掉下来在对面地板上，然后穿白色衣服。我刚刚在跟朋友聊天，然后就突然就看到好像有东西掉下来，然后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一个人，然后就倒在地上没有动，然后砰的一声很大声。案发四周围为封锁线，监视人员进行采证。这个20多岁死者住新板地区，这边中到12点外为主体19楼落落来。代志发生的时阵，有警方伫伊的主体所在。到林姓嫌犯的住居所，那在林父的陪同下执行了一个搜索的一个勤务，但是呢，这个林姓嫌犯却趁隙从19楼的高楼跳楼。原来有检方伫指挥为刑事局桃园市刑大到台南市刑大拢派出警力，好亲像伫侦办一件偷袭色情网站的案件，锁定4人的死者，牵涉到以小性剥削，即届诈搜查票甲区票展开7步行动。嫌犯讲要去便所爬窗仔跳楼落来，是想要逃走无适宜落来，还是要自杀？有待进一步调查。如果需要提示了以后，等于是在你管理底下，你就有点责任嘛。警方这个行动介乎敢有疏失，关键的重点就是伫个敢有好看区票。民间事改会董事林永祥2点出，若做有好看区票，相关安全嘛拢有顾虑，也甲具体过程敢有其他的疏失，后续拢爱好好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一个叶小姐呢，竟然把胸坎的肿瘤切掉，这手术的过程只有局部麻醉，意识真清楚。不过，伊煞听到医生讲开刀开唔对，佮互医生批评讲为虾米无要自费做电杖倒咧。病院即马是解释讲，因无订单会加强和病人沟通。目前这桩案件卫生局也正咧调查。拿超音波来，然后找到肿瘤位置之后，他就直接亲口跟我讲，他开错位置了。顶礼拜遮拄啊，动员得病年房肿瘤手术的叶小姐上去手术过程，也是互伊心惊惊，因为开刀医师伫无经过确认肿瘤位置，就对伊直接开落去。过程中，伊只有局部麻醉，所以医护之间的对话伊听甲清清楚楚。而且医师也指责伊安怎唔选择自费的电杖刀，因为肿瘤位置伫原本开刀位置的顶面，所以佮往顶面延伸，互伊的空喙位2-3公分变做6公分长。你为什么不自费电浆刀？你害我这样子会delay下面的行程，然后你害我这样子慢慢的割，然后医院本身的健保刀就是不够力。他的身上并没有其他的刀口在，那肿瘤确实被切掉了，所以这部分可能要在，如果对这方面有质疑的话，当然可以再请专业来判断。院方澄清绝对无开唔着刀，针对手术过程，医护对回，互病人感觉无好，医师愿意回室内佮改进，后续会加强医病沟通。不过当事人表示，本案已经向北市卫生局提出申诉，请卫生局协助调查厘清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市有一间专门照顾精神患者的病院，传出有一个患者互医护人员拍，一个姓林的这个助理护士涉嫌当机拍一个22岁姓杨的病人，造成这病人身躯顶乌青结血。这病院表示讲，是因为这个病人有攻击行为，这个助理护士是为着要保护医事人员。目前这桩案件也进入到司法庭诉讼。腹肚顶头乌青结血，身躯顶还有明显的伤痕。姓杨患者的老爸讲，囡仔伫台中市区这间病院接受监护处分治疗，不过去年9月，却就介护一名姓林护做干部拍，即期有长期共虐待。房间里面捶打他的肚子他打了好几拳啊，而且那整个血都泛出来，这个乌青啊那样。医院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人来通报。他们知道都不讲
摄影的患者老爸表示，囡仔去年爬过去到病院，不过骨落钙和摄林护者用玻璃方式压制，甚至塞到伫涂骹拢着壁。也若其他患者又去互约束伫咧病床顶头，甚至去互虐待，也有其他的患者呢，可能也有去互拍的情形。病院表示讲，这是无理治疗的过程。这名摄影患者因为有攻击行为，抵触到真侪名医护受伤，病院也是受害者。他一入院的时候就暴力攻击我们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受了很多次的伤害，本院是受害者，没有什么特别的评论。他担任组长，他比较这个管理上面蛮严格的，就是对这个他们同样的这样的这个我们叫做护佐人员他都有很多的规范。院方表示，摄林护者做代志真认真，说因为组织有医护人员受伤，而且来历直路。目前案件已经进到司法庭书，检方也依照伤害罪起诉这名摄林护者。另外，病院也方逼讲有人诈领保险费，病院也否认。台中市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确认敢有人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愈来愈烧热，这堵水意外也一再发生。在新竹县尖石乡小金平野溪，礼拜有一个住伫汤圆40岁查甫人，唔知什么可能原因所来堵水，送病院抢救，有缘救无回来。那顶礼拜呢，在台北市新月沙埔有一个高中生叫互海用假气，尾仔伫5公里外找到遗体。消防局也要提醒民众玩水时阵一定要注意安全。热天来到户外玩水，清凉的溪水耍落实在真爽快。不过礼拜日，新竹县尖石乡是传出有一个对桃园来遮玩水的民众发生堵水意外，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回来。溺者为黄姓男子，年约40岁，为桃园市民。现场欧卡12点39分由横山91送往新竹北龙医院。顶礼拜三，伫台北的新月沙埔，才有一名高中生互海用假气，失去宝贵的性命。新竹一礼拜内发生2件堵水意外，消局提醒民众玩水的时，若是边仔有人发生堵水意外，一定要去注意这几件代志。首先，在这个水域的部分可能会有救生圈，那我们就请同仁操作一下救生圈。那我们也是不要下水，把这个救生圈抛给溺者让他自己来做一个自救。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周边会有一些竹竿或是长条状的物品，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来做一个施救。甚至我们周边如果有一些保特瓶，或者说是一些可以漂浮的桶子之类的，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利用。最近下晡时啊，山区常常拢会落西北雨，专家提醒民众安怎对溪水的变化来分辨顶流敢是当咧落大雨。水位会大涨的话，一定是水位会变黄色嘛，变黄，或者是有枯树枝流下来了，这时候你其实就要赶快准备离开了。当你离开的时候，就是往高处爬啦。消局提醒讲，玩水的所在加减拢有风险，提醒大家禁止的水域千万唔通去耍，一定要踮合格、安全、有救生员的所在玩水，才当玩了欢喜、高放心。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人讲草仔见也见到人，唔通看这青草仔无点。伫咧台南南区的万里治天府明新书院中德堂呢，有一个青草地文化传承到大尾一家记录。变啊天气反热，这庙内面的职工就分配去办这青草仔，当来兄弟连续1礼拜免费提供给民众。涂骹摆上百个茶果，拢是民众摕来担要地青草仔茶。每当24节气当中，小暑到大暑前后这段期间，嘛就是天气长热的时阵。台南万里中德堂的动员职工分配去烤果冻的青草仔，当来才去经过甲洗好清气，尾手甲倒入大灶，每天爱行2点钟才通完成。庙方讲，本正上早拢免费提供给民众，正10天使用，但受到人口老化，即阵缩短互人讨青草茶的时间，不过有缘保持这项传统。咧做这费5金嘛，大家拢喙焦，因这老前辈这拢讲无兄挂青草来互食，食了大家袂歹吼，大家就所以讲这个中德堂会对这个青草开始一直发挥起来。路拢无迄群哦，24点钟拢咧行咩到这咧行，已经工业社会人食头拢到迄群咧，内头一直减，
10日10日内真系剩1礼拜。这个地方习俗对民国60年传承到今，为着要提升文化保存的意识，办理文史推广学会即摆参学校合作，利用休热期间，带囡仔行入社区，入捌在地文化，兼互因动手体验，学习种青草的美感。办青草这我所教第一届来这。不只是咱李莲府民生书院公职堂，也搁有咱的圣化堂，啊，搁咱的乔峰寺，拢是属于阮地方三大青草咧煮的这3间大庙。那今年最主要就是要互囡仔深入地方文化。热人兄青草是原理限定的风俗，除了青草香传承里，更加重要的是代代相传的好心意，拢是志工甲在地客家无私的奉献，要通互人啉了体会，减解思气。记者李昌台南采访报道。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法国国民议会第2轮的选举结果变盘，这左派和中间派合作，和新人民阵线色处冲到第1。也那马克宏总统的中间派即马是排第2。也那讲到咧选举进程呢，声势上界悬的极右派国民联盟是落到第3，这3大阵营拢无人过半。法国议会选举结果大部分确定5个左派政党香港革命组成的新自民阵线摕到国会182个席次排名第1，马克宏的中间派联盟同在排名第2。这2个联盟战术性整合，200多个替选有效果，成功让极右派国民阵线以143席落入第3，直接望乌有。国家免得走上极右派之路，和多数法国人拢较放心。选后，新自民阵线的上大党极左派不屈法国的领袖梅南雄首先发声，表示左派联盟已经准备好要接接。Le président a le pouvoir, le président a le devoir d'appeler le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à gouverner. Et clairement, le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a, à mon sens, toutes les chances pour gouverner ce pays avec, bien sû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未来国会变做左派、中间派甲极右派3分天下，无人单独过半的强极国会，席次上济的左派新自民阵线上有希望筹组新政府。其中除了极左派之外的4个党，拢承诺坚定支持乌克兰，另外拢承诺推翻马克宏，将退休年纪提悬到64岁年金改革。佮表示绝对袂甲中间派联合组局。未来新总理人选甲新政府恐惊，也佮需要几啊礼拜的激烈谈判。马克宏博解散国会中选的政治，挽回一寡民主，执政的中间派保住160多席，也阻止极右派独大。只是马克宏剩的3年任期，可能就要甲反对家己倾向亲欧路线的左派总理分享权力。现任总理阿塔尔已经宣布请辞，也不过因为国家面临奥运等大代志，这段期间会继续留任。Malheureusement, l'alliance du déshonneur et les arrangements électoraux dangereux passés par Emmanuel Macron et Gabriel Attal avec les formations d'extrême gauche privent ce soir les Français d'une politique de redressement qu'ils ont pourtant plébiscité largement. 另外，极右派国民联盟为选前就积极要准备执政，那是第3地会议真失望。也不过目前也是国会第1大党，席次搁比顶一摆增加50多席。党总长马林勒庞表示，因的党一直在进步，胜利只是延后才来。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东京都知事选举结束啊，由现任的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搁再连任，已经是连任3届咯。那讲到这第2关票是广岛县安家高田市的前市长赵元新之，伊是用网络选战策略来摕到少年人的选票。在破下内底，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徛伫竞选总部的台顶，宣布得到291万外票，得票率是42.8%，第3届成功当選都知事。東京都政を3度目お預かりするにあたりまして、私これからもしっかりと全身全霊で対応していきたいこのことを。お伝え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小池伫选前拍出东京大改革3点0的政绩，伊嘛是有名友好台湾的政治人物，互看作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伫日本的查某囝。今年2月，伊访问台湾的时阵，幕后中国批评，反对任何甲台湾的外国官方来往。当时小池是用社区的外交甲合作来反驳中国的批评。
这届当家岛地区选战，候选人有56个人。小池表示，这是伊经历上无共的选战，毋但有海报公告内争议，佮受到恐吓批威胁。突然，伫个街路演讲，有民众咧踢笑。也毋过，这届选举投票率超过60%，比顶一届选举佮悬5%外，嘛是1989年平成年号以来的第2悬的投票率。原本这届看作是小池对外联防的女性候选人的选战，却出现公道县安义高田市的前市长石丸生二用1658000外票摕到选战的第2悬票，比联防摕到的票数佮悬37万外票。多くの方に本当に温かい言葉と応援をいただき、そして私も思いを本当に心から訴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そういう戦いだったと思ってます。日本媒体分析，过去做安义高田市市长的时阵，石丸生二的真会向经营网络形象，是日本地方政府频道订阅人数上悬的地方政府。这个以前时市长外头参加当家岛选战，用网络直播每一届的街路演讲，而且常常用影片甲选民分享生活，得到真侪少年世代支持。其中30岁以下选民有40%比例支持石丸生二，伊伫40岁到59岁的选民支持率嘛赢过联防，正做选战内底黑马，未来不排除会参选议员进入国会。公视新闻台是董炳益。澳洲雪梨车车有一栋人家自礼拜时阵发生火灾，一个警消到现场抢救时阵，说互老爸阻挡，会当拍火时阵已经无大半火伞的囡仔性命，其中一个查某囡仔才10个月大尔。那讲到印度呢，有大楼伫咧落雨了后，雪来倒去，上无有7个人死亡。门窗甲壁拢受到乌麻麻。澳洲雪梨车子发生一件家庭悲剧，郊区一栋电梯拜日透早熊熊大火，警消去拍火时阵，竟然互这户28岁爸爸阻挡，等到消防人员总算进入火场，悲剧已经造成。Following on from this, fire have extinguished the premises and were able to go inside and clear it. At this point, a 10-month-old girl was located deceased. 死者除了一个10个月大的查某婴，还有2个加拿3岁甲6岁查甫囡仔，送医了后不治。另外4个年岁伫6甲11岁囡仔，还有因29岁妈妈是受伤大耳。阻挡警消的爸爸目前昏迷，不过警方认为，伊伫这火灾勘测风险已经列为凶杀案侦办。伫印度是发生厝熊熊倒去的意外。西部古吉拉特邦一栋大楼7人下晡熊熊崩塌，不少居民迄时阵人伫大楼内底根本袂赴逃，换换地伫土石堆下骹。ये 12 घंटे से जो रेस्क्यू ऑपरेशन चल रहा है, उसमें एक औरत को बचा लिया गया है और 7 डेड बॉडीज हमें मिली है अभी तक。到7日为止，这事故已经有7人死亡，1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指出，大楼内底至少还有5户受困，可能已经罹难，死亡人数可能会更悬。印度媒体 NNI 是报道，倒去的大楼是6层楼的建筑，起无到10年，不过厝的情形无好。7日下晡当地落大雨了后，大楼就倒去。印度多时季风季节暴雨真多，真侪状况无好的厝甲桥，伫大雨了后真简单就倒去，佫显示当地建筑安全把关无严格问题。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中昼过后，这一对流旺盛合欢山、阿里山，还有台南森林滨东拢路边角，天气是无稳定，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呢，这落大雨时阵一定要注意安全。若总有路边角，会当先去避一下。刚刚在中午12点30分的时候，持续下了1个半小时的雨，其中还混杂着冰雹，每颗大小大概在1公分以内，像颗绿豆瓣一样。那合欢山这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路边角，嘉义市的市区落大雨，这轿车的雨皮是8袂离。另外，伫屏东里港下晡2点外也有落5分钟的边角，也有这台南玉井沙田森林河尾也拢有路边角。气象署表示讲，今仔日有高空的冷心低压通过台湾，致使大气环境变较无稳定，这害中昼过后的雷公雨变较激烈，甚至是落边角。
来讲到这礼拜同款是非常烧热的这个天气，不过这过道天气是无讲介稳定。今仔日这西北风的范围也变搁较宽，甚至是落边角。7月到9月是这风台季节，气象署的预告后礼拜开始呢，伫南海到菲律宾海面的环境，对这结做风台是真有利的。天气暂时有够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气象署设备针对真济县市发布感色警报，代表连续3天高温上看36度。不过有一个高空冷心低压咧通过台湾，各地天气无稳定，中昼过后落雨范围毋若扩大，也可能会有剧烈的雷阵雨情形，甚至路边角，一直到初九才会登湖。上升气流比较剧烈的时候呢，就容易有冰雹，而高层冷心低压这件事情会使得我们的对流强度增加，那上升气流的速度会增加，就容易有冰雹的发生。这礼拜天气总体来讲，早起要注意高温，唔通去钓沙。中昼过后，爱细致雷阵雨是紧搁急，影响范围根据太平洋高压势力的校长，逐工科学拢有寡无同。伫山区溪边活动爱注意安全。进入7到9月风台季节，气象署预估一礼拜就会开始出现对风台形成有利的环境。那我们再观察最近数值模式就是比较容易有台风生成的环境，我们预期在下周开始就会逐渐的建立。那主要就是在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一带，会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台风生成的环境。拜2拜3风场加做南风，中南部会有零散的落雨，其他地区是中昼过后雷阵雨。到拜4拜5，东南部是要特别注意受风悬风的发生。无落雨时阵，各地悬风普遍是33度到36度。配合金门马祖，这礼拜高温是32到33度，一定要细致热上海。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的股票冲到上千块了后，继续帮助台股继续来起。今仔日台股盘中捌冲到24011点，落尾收在23878点，盘中收盘点数拢出现历史新高。这台积电的股价挖到的时阵呢，起45块冲到1050块，落尾收在1035块。今年以来已经起超过7成5，市值来到26.84条。另外，讲到这台股盘中也捌冲到24000，落尾收在23878点，起321点。有人认为讲，这台积电法说会进前呢，台股是有机会冲到25000点。讲到这高铁要做到屏东这个路线，即马有风声讲，这铁道局有想要重新搁再来评估咯。高雄市政府就呼吁中央爱针对着技术等等因素来做评估。那屏东县政府是希望讲，这进度唔通搁再拖掉。铁道局是态度保留，也强调相关的方案也搁伫咧评估。怪手一直伫施工全新的高雄车站慢慢啊起好啊，不过最近外团原定的高铁南延案左营案，为了闪开一个化区，修正路线，恐惊增加列车安全管制风险。铁道局要重新评估高雄案，受铁路地下化工程影响真侪年的暂停商权，店主的反应拢无共。他如果继续施工下去的话，我们这边店家都连受影响。你看一间间都这样，都关门大吉了。期待3000根发展，所以说我是希望说市政府能够把这个高铁延伸到高雄合作站。看两岸的路线，重点拢伫屏东六地处，左营岸以高架横跨鸟青大树了后到屏东，转长17公里，经费619亿。高雄岸实行地下化通往市区，建设高雄站早高架东延屏东，经费超过1000亿。下面临搁较侪拆迁问题。高雄案虽然有利市区发展，不过时间牵涉到代替营运甲站体重新规划等问题。对这代志，市长陈其迈表示，方案各有好歹，爱谨慎评估。高铁延伸屏东，不仅是屏东交通发展的关键拼图，更是全台贯穿南北区域均衡发展、串联南北各地产业廊道的重要命脉。来到六地厝预定地目前也是规片草薄啊。县政府讲屏东的站址唔要改变，叫中央唔通互重大建设延误。民团嘛呼吁政府公开左营案评估资讯。技术评估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评估是不是真的有营运风险？那如果真的有营运风险的话，诚恳的呼吁改弦易辙，呼吁政府重新启动高雄案跟小港机场案。
民团认为，若确认走样案有风险，交通部应该就要看其他案的可行性。对这代志，铁道局的态度保留，表示相关方案当伫持续评估系统技术，会听地方甲专家学者意见，最好规划，以利延伸计划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国际机场逐工拢有真侪游客出入境，不过即马所有民众发现讲，这机场排班的计程车有8成拢无提供电子支付甲入卡的功能。高雄机场表示讲，因为目前无相关的规范，未来会鼓励这司机按多元支付的设备，互人客付钱更较利便。来到高雄国际机场，有来自侪侪国外游客，毛国人准备要出国。不过，正做南部重要国际机场，有游客怨叹讲，即马坐客程车，甲内当用现金纳钱，真无方便。根据统计，目前高雄机场排班的客程车有127台，敢若30台有支援电子支付甲入卡的服务。其即马支付嘛，拢常常拢用这种iPad啊，是用什么支付的方式？所以我是感觉，若有咱是上介希望讲有这个设备啊。较环保啊，所以纸张运用的话，相对会较少。也若高雄机场排班客程车委员会表示讲，目前伫机场排班的客程车，敢若2-3成是车队的车，若是个人的车行，要用银行申请入卡机本地就较困难，加上机场排班车的标准较悬，亲像车辆爱使用6年以内新车。对司机来讲是较大的负担，若是搁互银行靠入卡的趴数，司机的收入会搁较少。因为计程车你入卡的金额，逐个月也无遐济，无遐济时阵，银行可能对计程车这个接受度也较无遐悬。走1万、2万、3万，变成考开。它的金额是蛮大的。高雄机场表示讲，因为即马民航局并无强制规定机场的排班车爱提供电子支付甲入卡服务，所以目前机场敢若会当鼓励司机加装设备，透过提供多元的支付方式来提升服务品质。记者钟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昨日咧台北大巨蛋举行中信兄弟对统一赛的野球比赛，所以也出现一个争议判决。主要原因就是这球内含观众座椅啊，这色水伤过接近咯，无法度判断这落落去的点。哇，岳振华这一棒打在右边方向，这个球还非常的深远啊！上去了吗？应该。中职17暗时，中信兄弟对统一赛就伫3球顶半，中信兄弟甲振华讲出，由外野方向侵犯飞球，走去3垒了后停落来，第3垒审视是全垒打了后，才走登去本垒。我现在丙总要挑战了，没错，这个球确实值得看一下。大巨蛋的椅仔色水是白扑乌，17暗时判决争议主要原因就是球甲白色椅仔的色水伤过近，结果落点无法度判断产生争议，决定报上辅助判决，看一段时间了维持原判。赛队总教练李江平不断正常抗议，甚至差点造成球员冲突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已经请阮向马上改善。我上任之后第一次去大巨蛋市场，现场也有很多媒体朋友就。当面，我向远雄提出白色座椅会有吃球的疑虑。昨天在职棒赛事当中再次发生判决争议的事情，所以我已经请体育局再次要求远雄针对可能吃球的疑虑，即刻的进行改善。周平是建议，现阶段除了加装椅套以外，也应参考国外案例，增加花卉式列名机会，列出较侪无共款的角度，对于辅助判决有帮助。现阶段把它先用，比如说椅套什么加上去，摄影机的机会，像在国外有一些场地，他们会在观众席可以的地方有那种类似滑轨式的活动式的，他可能可以去捕捉到。更多的一个不同的角度。阮向是回应尊重赛事期间裁判结果，活动主办方若对场馆设备有任何意见，阮向拢应随时直接沟通，也请外界放心。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有一种是伫咧海面放粉鸟的比赛活动，逐年拢有几落百个奖金，也常常受到这动保协会批评，是因为过程当中有9成粉鸟体力无够，飞袂转来，就葬身大海。有一寡粉鸟虽然飞会转来，不过过程当中会互掠走或者是伤害，就动保协会发起联署，希望禁止海上放粉鸟的活动。
伫笼仔内面的粉鸟仔，身躯拢着伤，头壳流血，连身仔嘛互人做记号。这几只鸟仔是顶个月14，鸟类救援协会接到民众通报救回来的。鸟仔身躯着伤，飞袂叮当，协会赶紧替因治疗，落尾发现因的骹款变好。动保团体认定这的鸟仔是放粉鸟比赛了后，互人绑杀的。是粉鸟，伊就是伫个路顶飞，伊无应该去伫个海上飞。伊去海上飞，搁飞遮远着，搁无位通啊歇，无物件通啊食，前一天又搁巴肚枵，这是完完全全拢是咧虐待动物的。台湾海上放粉鸟的制度，互动保协会批评真残忍，因为粉鸟仔一生干来当比赛一届。台湾鸟类救援协会表示讲，一年超过20几万只的粉鸟仔会因为比赛死亡。若是有得奖转来粉鸟仔会继续探种，若无得奖的就会互人放杀。协会当年救援的粉鸟仔上无有200只，除了身躯着伤流血，湿啊断去，毛粉鸟的脚拢互凹断。这个就是整个头盖骨都是外露的，然后再滴血，它一动就是滴血，然后还有翅膀的部分，他们要剪羽毛，把它剪到它的那个翅膀的肉。整个打开就是喷血这样子。因为伤过残忍，动保救援协会伫今年6月发起联署，毋望禁止海上放粉鸟。第一阶段希望收到2500份的联署，加做公道提案人，目前搁差799份，就希望争取到第2阶段线顶的联署。协会毋望民众支持，要拼明年底全国公民投票。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现代科技新产品无数教人惯精神，唔知观众朋友恁敢捌看过用这无人机来比赛踢骹球咧？来看这家己溪口的溪教国中，因长期以来拢有伫咧学校内面推广无人机的科学课程活动。2023年的时阵，也成立家己县头一个无人机的骹球队。这学生囡仔唔但爱学这电子机械爱安怎斗，甚至佫爱会晓控制无人机的技术。甲球型的无人机当做球，控制伊冲过去对手的球门。一个人负责着分，另外2个人负责守门。这是无人机的脚球比赛，虽然甲真正的脚球比赛差真济，不过比赛同款刺激，而且嘛需要真好的技术。后壁这就是讲，这是从为去年开始上新的叫做脚球无人机啊吼。而这个场所内底呢，做安全的场所内底，伊喺做一个3个对3个人弄过迄个坑啊，这个比赛。家己县溪口国中为2020年开始推广无人机的科学课程活动，伫2023年成立家己县第一个无人机的脚球队。参加的学生讲，无人机脚球虽然好耍，但是爱学的物件嘛真多。学到怎么去组装无人机啊、飞无人机啊，还去怎么把它修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学到说怎么去做团队合作，去跟你的队友去做配合这样。咱会学这个飞安那无人机安那飞的原理。搁一块电池啊，搁爱迄个焊接，这种足侪电机的相关的知识，伊就会使用这个过程内底，咱来教伊会实际来去做，甲这个无人机甲修理好的过程，拢会使教足侪科技的基本的迄个原理内底。学校表示，家己县是发展无人机科技上主要的县市，学校配合未来产业的需求，先培养学生，因为 AI 定时甲无人机的设备拢会当哪算哪学。唔但开发囡仔的兴趣，嘛增加因未来发展的机会，阁会当利用在地优势，替国家培养人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关怀文教基金会连续10多年，伫咧休热时阵，拢举办台基文化营。今年活动以生态甲地方特色做主题，用剧场、布袋戏、绘本这3种方式来表演。主办单位表示讲，今年阁有捌参加过营队的大汉囡仔，回来带营队，真欢喜看到这台基代代相传。无啦，你唔知啦，当然拢免笑我啦，讲我是一个怪胎。囡仔兄搬去演一只饲仔，因为环境污染造成饲仔脚变色的故事。
另外，阁有刷鱼队，劝人唔通食鱼翅。这是关怀文教基金会今年的趣味台语文化夜活动，甲囡仔用台语搬戏，认捌生态保育、地方特色，最后上台表演发表成果。大家做伙耍，做伙搬戏，做伙讲台语真趣味。总共有6个队，总共有3种无同款的主题，不过同款拢有一个核心，就是讲互囡仔会当有表演的机会。3天的夜队课程，今年活动以生态甲地方特色做主题，用剧场、布袋戏、绘本这3种方式表演，已经连续10多档拢举办台语夜队的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10多年的时间落来，今年有不少少年辈回来带夜队是真好的传承。今年特别欢喜，就是有真侪学校台语文系学生拢来做这个队员吼，大汉囡仔、带细汉囡仔，佮有专业老师，对台语应该是会真顺利来推动。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除了透过夜队活动，互囡仔人讲台语，其实家庭环境嘛真要紧。基金会2018年伫中华成立头一个台语文园区的时，就以民间的力量开始咧撒母语家庭认证。不过，干那一个所在咧做是绝对无够的。望政府重视台语文化园区欠缺的问题，嘛毋望众人做伙加入母语家庭，互台语会当代代传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东海岸阿美族做迪拜的传统基建特别消息啦，这台东县政府甲部落开这培训课程，学员用2个多月时间打造一只迪拜啊，最近正式完工也落去海里，要重新启动阿美族的航海文化。这一只以东海岸阿美族传统工艺建造的迪拜亚，中文名叫闪闪发亮号，由16位启动部落青年，今日走向三关海关正式落水起航。测试浮力甲操作背桨，伫海上飞行10分钟，虽然拄到海水局长界线的浮球缆索，也会当靠着正确操作背桨，顺利脱困起航成功。到成功开卖就可以了。这个以前那个老人要做这个要抓椅的用，还有帮我们的。这是台东县政府头一摆透过部落大学开设为期2个月的阿美族传统迪拜亚培训课程，学员依照部落基佬传授的方式，为铺竹仔、带竹仔烘搭，到使用黄锭甲竹片、捆绑竹仔甲竹树仔，完全使用自然素材，建造完成传统迪拜亚，将阿美族传统迪拜亚工艺留入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是可以知道说，就是怎么样取什么时候的材料，然后才可以下海。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当然是就最原始的方式，就是那个从去采藤，然后到处理，然后再到那个绑的一个技巧这样。部落基佬讲，早期迪拜亚是东海岸阿美族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也毋过传统建造迪拜亚工艺渐渐消失，即马用建立课程来传承，代表找转来传统做迪拜亚工艺，也重新复振阿美族的航海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爬起伫世界上悬的圣母峰是真侪人的梦想，不过这圣母峰的沿路、粪扫加罹难者的遗体也拢是真侪。对2019年开始委托一个非营利组织来处理这遗体甲粪扫，不过这组织也讲要甲清好了，恐惊要几多年。圣母峰自1953年头一摆有人成功登顶到达，已经有数千名冒险家来遮挑战。真侪人留落来，哪只有卡现一支由政府资助、结合刷白钱甲士兵组成的队伍。伫今年登山大过期间，已经清运了11吨的粪扫，市区废体甲骨架。也毋过实际上可能还有40-50吨的粪扫等来清。देखेको यो टेन्ट आइटम र जुन यो खानेकुराहरू पनि तपाईँको यो प्याकेजिङ जुन त्यो प्याकेटमा आउने खालको खानेकुराहरू अनि ग्यास कार्टेज अक्सिजन बोतलहरू अलिकति बिग्रेको र टेन्टको डन्डी乌尸体也真无简单，这具遗体硬扁扁踩伫雪堆深的所在，应用2天才挖出来。另外一具遗体是伫搁较悬8400公尺的所在，大概用18点钟才拖出来，搁带到一个营地，由直升机运走。天气多变是相当的挑战，散数量只有平地1/3，大风会突然变做暴风雪，气温一日降落来。大家只会当先提早，等天气变好才会当翻头继续。धेरै समय बस्ने ठाउँ पनि होइन。最近几年，尼泊尔当局要求登山者粪扫无落地，若无扣押金，也随着大家环保意识的提悬，落来粪扫量已经大减少。Found waste as old as 1950s.
and those were mostly the batteries, and some of them were like cylinders. Climbers and and the helpers, they are more worried. Their focus is more about saving themselves and the climbers. So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y don't want to bring the waste, I would say, but their life is more important. 请问出来11栋粪扫中有3栋会当分解，放运去山骹的砖头，其他放在记者的曼都，遗体是送记者的曼都一间高合病院监视。公司新闻吴伟廉编译。最近天气变化，明仔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